今日係我上一個視頻拍嘅第5日，感覺好特別，好似人生第一次經歷一啲我未經歷過嘅一種感覺。好似每一日我都好似習慣咗每一晚去睇一睇我嘅視頻號啦，跟住去睇一睇有咩評論啦。跟住我又好忍唔住咁樣打咗好多次。我講幾句俾你聽好冇？嗱，人生走過嘅路，好似經歷一啲人或者事啦，特別係嗰啲有趣嘅啦，或者傷害過自己嘅事啦，咁都好多嘢講喎。仲有佢有啲令到你人生之中可以回望嘅時候，可能會係好想笑或者好想喊嘅經歷，好有 touching 呢樣嘢。我覺得我會記喺我嘅記事簿裏邊，我要喺視頻裏邊要有呢一種嘅感覺。仲有咧，有一個想同大家分享下啦，好有啟發，我都諗咗好多晚，因為佢係喺一開始我視頻出嘅時候已經寫呢個評論俾我。其中有一個佢講緊展示一啲令人動容嘅赤子之心，我覺得喺社會上邊，其實呢一種赤子之心係好需要。不過就好似一個少年時組織樂隊咁樣嗰種純粹同埋熱愛。原來我嘅初心係乜嘢？其實我都好有共鳴啊，因為呢個評論講咗俾我聽係呢種初心啊、熱愛啊，好似年青啊咁樣。雖然我哋啲一把年紀，但係我覺得我哋仲有好多激情啊嘛。所以我覺得視頻又可以帶到俾我呢一樣即係意外嘅收穫啊。其實睇到咁多評論之後咧，我覺得綜合啦嚇，我真係好想拍。再加上咧，最近我睇咗蔡瀾嘅一個自傳，寫咗差唔多10幾20萬字。當我同自己講，喂，而家呢個世界呢個咁嘅年代，拍視頻咪仲好過寫自傳，仲有趣啦。咁又係喎，自己咁多古仔，將佢儲埋，然之後將佢一路咁樣拍，幾好。所以，我覺得呢個視頻咧，應該係James 嘅真人 show， 將你自己嘅講出嚟咯。好似有啲朋友同我講，你應該將你嘅開心嘅、唔開心嘅、笑嘅、喊嘅、初心嘅、熱情嘅，你都講出嚟咯，係咪 ？Yes， 我覺得呢個非常之好。嗱，不過咧，我相信仲有好多 idea 我仲未聽到嘅，呢度呼籲一下大家，你有乜嘢諗法，甚至乎你有乜嘢想分享俾我嘅，嚟發俾我，快啲發俾我 ，OK？ 我好需要你哋俾我嘅 energy， 然之後將我嘅 energy 再轉發俾大家，等我下一集 ，OK？Thank you，拜拜。